为了要减轻这护理师的负担，甲护理的人才流调的，台北营总对113年开始使用这智慧型的碰布系统，用来把关监证高风险药物的正确性也个注射量，挺好减轻一个护理师的人力。另外，也使用 AI 辅助写这护理记录，提升效率，缩短这护理师交班的时间。 扫条摆就知影病人咧治疗的过程爱注偌济量的药仔，显示各种药仔使用的顺序。因为癌症的化学药仔较高风险，用药仔的流程较复杂，普通时咧替癌症病人把关用药，需要2个护理师来确认。即摆有一个智慧型碰布系统，一台机器和一个护理师就通完成。机器呢就跟我的电脑2个连线起来，也就是我的系统已经告诉了这台机器。 这个药物要注射的它的 pump 的 rate 跟 volume 就是它的剂量，还有它的速率是多少。那我只要呢我自己跟机器2个人就好，不需要再找另外一个护理师。台北营总表示，这个智慧型碰布系统自113年开始应用伫癌症的照护，未来也希望通开发其他急症、重症高风险的药仔，自行放入去智慧型的碰布系统，提高使用的涵盖率。除了提高安全性，也希望减轻护理师的负担。 从这边用 AI 小帮手的方式，它可以是针对我们刚刚做的护理评估，去帮我们一键生成护理记录。护理所饲一个 AI 斗3工，就通针对入院的病人做检查、写护理记录。台北营总表示，因咧写一个新病人的护理记录，平均1份需要7.5分钟。用 AI 来斗3工，护理人员佮检查，干需要1分钟，效率提升加多。我们实际上，我们平均我们医院里面大概每一天差不多330位的新病人入院，我们大概可以节省6.5分钟左右，算起来会差不多是4.5个护理师。 台北营总护理部表示，提升写护理记录的效率，也通缩短护理人员交班的时间。另外，前一阵仔全台急诊塌店，护理师无够是关键因素之一。台北营总表示讲，欠护理人员唔但是台湾的问题，也是全世界病院真严重的挑战。结合科技辅助医疗是趋势，透过 AI 来帮忙，会当减轻护理师的负担，也通创造完善的医疗环境，留调护理人才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